么搞要紧？还是吼，我要做什么代志，互你较爽快的？唔免啦，我药已经食落，休困一下就无代志啊啦。紧嘞啦！我跟你讲，我船长敢若腹肚无爽快哦，你甲看一下啦，看有要紧无？拜托啦，给我看一下啦，拜托啦。咱来甲伊关心一下，啊，你是倒位无爽快啊？船长，啊是安怎啊？安怎啊？这是马祖无边啊，千里眼，小朋友有事紧拜，卖拜啦！讲是第一名，拜托，我赚大钱。我毋是千里眼，啊，千里眼毋我是是这个色现，是无毋对，伊是这个色，啊顺风伊是红色。我是现老啊村长，很老船长。我是现老啊村长。是因为是讲你即摆 cosplay 千里眼。毋是，我毋是 cosplay，我就是腹肚痛。腹肚痛我就去吞2粒药啊，伊就叫我吞2粒，我就大煮大意吞迄种半条，我半条吞了了，我面就变青啊。变青。你来，我讲者，来。你这个人真正是吼，唔捌你佮无卫生，佮无知识。你用药的部分吼，医生安怎甲你讲，你都要照伊的范围，你袂用家己想要食偌济就食偌济啊。你安尼有可能会中毒，而且吼，你若是食伤济，你可能感觉想要吐。对。头晕、腹肚痛，你的器官有可能害了呢。哎呦，这恐怖！你歹去啊！所以我是中毒啊！你是啊？我是中毒，无怪我讲，我就淡薄想要吐。有淡薄大钱吼。有，因是对倒位来，先家己介绍一下。小朋友，咱先甲伊讲，咱是啥物队？阮是新地动员队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茶舞动，我叫陈子瑜，我叫白红允，我叫洪凯无。开无4位小朋友来甲你关心啦。上好是关心啦，我看恁是要来摕宝藏，趁我无爽快，趁人之危。是啥物趁你无爽快啦？是洪小真叫我来甲你关心呢。对啦，敢是安尼？是啊，我问你啦，你敢有检查迄药啊？原顶敢有日期啊？敢有过期？对。药啊，敢会过期？药啊，迄啦，我看一下。药啊有过期的啊。我甲你讲吼，一般的药啊吼，差不多是6个月啦。一般小朋友，你来咱做伙看一下，这有过期无？这是安怎念？甲当时啦。还袂过期啊？袂过期，好佳哉呢。无吼，阮这船长哦，伊会变青红丁丁，吼，迄小绿人免怎？什么小绿人？我都咧无爽快，你搁摕我讲耍笑，我真正是。这药啊是有日期，你若是后白食，有可能你迄器官会害了，有可能你的肝会爆炸，你的头会爆炸，你身躯几个人拢会爆炸。这恐怖？是啊。即摆要安怎？我甲我出来。免学啦，快配啥无？你要配啥？配只咖啡啊，配咖啡。咖啡袂啦。我跟你讲，你即马吼，你拄仔食药啊，即马搁配咖啡，你安尼吼，这心跳加速，情绪啊足激动的。你若伤过激动，你有可能肝会爆炸。爆炸？真恐怖。是好啊。啊，我无想要这恐怖。安尼我要好啊休困啊，请您好啊，恁家己看要去参观还是啥，还是要紧转去？不用嘿，我跟你讲，即马上吊就是阮去摕宝藏，宝藏摕了后，我才带你看医生。啊，莫啦，我唔是，你先点啦，你先好休困，互我摕宝藏，好，知无？了解啊吼，好，我要开始啊，起来个。叫阮的名，即款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哇，这款是要算啥？这关哦，咱要接鱼啊啦。这鱼啊哦，你有要紧无啦？我就有要紧。你较动的等的吼，咱算了较来看医生。真正足夭寿的。我干问一下啦，恁未来敢有人要做医生的？有去吧？恁未来想要做啥？野手、选手。哦，拍野球的选手。野球、选手。野球，你是收倒一垒？二垒。哦，二垒的啊。二垒。哦，袂歹哦。
继续拼哦。啊，如你咧，你想要做啥？我想要开卖鸟仔的店，恁都有饲鸟啊？我阿爸是开鸟仔的店。哦，厝拢开店的，哎，食古水咧。好啊，恁准备好未？好，来，林来噶。来，接。哎呀，用较短，用较短哦。两支手较dài啦。较短吼，好，有啊。设计师，这个书，这个书。好，有。嗨，来，中头，快下，哎，对，中套。水，对，水。来，哎，什么？电竞酸，刷，真正很压死我。请快点，好看看。哎，还是免怕死。怕死，好，怕怕死。争取，来，接。就拢袂讲着呢，就。加油加油啊！加油啊！茶，好，来，先快，好快呀！有的书，来，嗨，来，快呀！边的，边呢掉，哎呀！袂歹哦。刷，好，宜兴加什么？中口加夹到。地上，唔对，好，来，接。就加油啊！就。该机会了，我。来，快呀！营养书，我要想这个字。水，困起你。我来看。好，又出发！嗨，家人客气哦。来，下岗，对，刷，来，哇，跳出来！非常的过头。母甲，哎呦，茶，到地啊咧，把村上买一尾鱼啊哦。观音，啊，唔对，哇，迄个音差一撮啊，吼，不要紧。无鱼啊，咱做伙来学习一下。大路边安怎念？N 完，哦，医生惊地扫，总铺惊食豆。敢有人知影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每一个工课拢有伊惊的，无唔对，就差不多这个意思。因为咱做啥物工课拢有较困难、较歹解决的所在。是，啊，医生就是惊地扫，扫出歹好的，对吧？啊，总铺因为中道要无用，咱一透早就爱传下了，其实真困难啊。这辛苦安尼知影无？嗯，知影吼。好，再来上尾一题，啊，嘛是差一撮啊。恁头先讲翻译，对不对？翻译，是翻译，欢译，嘿，译。搁念一解，译，好，来看嘛，玲珑总9题，通啊摕一块大片，一块尔啦。来，看题。咱来看咩？要打伫咧倒黑暗层是无？还是要刷名？好，来，甲大家。收在，爱摕黑暗层拄好啦。袂歹哦。好，来先。第一关哦，头先伊若搁掉一题，就2块大片。哎呀，可惜。淡薄仔可惜，我嘛是感觉好加载。来哦，第二关准备接招，先来卡。好康到小报，一位队员看球台，看球练去倒一空，另外4位队员要讲出相对应的答案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看恁会当钓到几题，莫阁惊啊啦，拢个 pass， 我的保障就安全啦。今仔日咯，现场来到真侪位校队的选手，咱来介绍一下，有啥物队？我是招标，招标。标。哦，啊，你招标是有代表校去比赛？专期的，哦，啊，招了啥款？有得顶无？
第5名。对啊，这袂歹啊，规个真的是真厉害安尼，甲拍破一，规天都第5名。哎呀，这卡阿顿一定是超过5名以上。啊，有动力咧，拍球，拍什么球？肉肉球，球，肉球，肉球躲避球，你是米的迄个，还是坑的迄个？还是接的迄个？这哇！啊，伊在散啊袂着伤哦。啊，这位就是咱的野球，对不对？加球，野球选手。李蕊的，所以即马来控制球。是，哦，即马爱讲出这个单位相对应的词，看我真照啊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点来卡！来开始，开始，阿强简单就好啊，加油啊！台嘛会用的，姜嘛会用的，有着啊，有着啊哦，莫压力出大把紧。来，第一个是啥？伊的面非常的认真。好来，好，一间餐厅，一间餐厅，一间房间，一间客厅，一间客厅，一间葫芦间，娱乐间，对，娱乐间。葫芦间。来，啊，想看嘛，间个会当讲啥哈？间哦要，要经嘛？间白莫讲间啊，我看因间袂出来啊。间有间哦，可以当讲啥？台啦，伊的面足紧张的，你甲看，足认真的。认真啦哦，想看嘛，台一样的。哦，来，来，一台车，来车，一台电视，哦，一台电视袂歹一台回零机，哦，来回轮机。一台拍火车，哎，对厉了，害哦！好，靠后壁靠台应该是个会用讲，来，佫真多咧。台一只，看是要去食还是位哦？一只嘛用的，时间是有限哦。一位爸爸，来，位，一位人客，哦，一位人客，一位爸爸，一位一位爸爸，爸爸，一位妈妈，一位妈妈，啊你咧，一位姐姐，嘿嘿，好好好，来，最厉害的亲戚朋友拢讲出来。哎，咱咪讲有迄落表小妹啊，表小妹表小，啊台，我感觉干。一台电脑一样的，一台电脑，哦，一台火车，好，一台火车，一台计程车，计程车，计程车，一台警察车，加坐车啦，这个哦，时间要到啊嘞。警较难啦，警较难。有要经嘛？经一个，经一个。时间要到，有着好。拜托卖个台，卖个台，哎呦，一只，卖个台啊，卖个饭店啦。好来，来，一间厝，一间便所，一间面所，一间白所无讲过啊一。间饭店，饭店，一间灶卡。照卡哦。够有哦，没有少够有哦。慢好去啊，啊，唔过要到啊，剩10秒尔哦。加油！来，够啥？时间到。哎呀，时间就好的呀，好啦，看袂歹。已经算袂歹啊。来，出来复习。来，来，咱要来复习啊哦。好，咱看对倒一字开始咧，一间教室啊对呢，一间学校嘛是算间的啊。我还有一个较古老的，嘿，一间寮啊，哦，一间寮啊，哦，难，无较古老。一间一间庙，庙庙，一间庙，庙来食，有一只，一只啥？啊，一只比较无用。鱼吗？动物足侪拢是食的，嘿啊恁个讲看卖，该无？头啊，一只家抓，哎呦，你是要甲无共款你有？现在看到我的面想到加抓，你看因为加抓该拍死了，迄内面的膏有人才会见色的，好啦，一只，一只猫啊，一只鸟啊，鸟啊，鸟啊，狗啊，兔啊，真好，哦哟，20块汤摕2块大片来，请坐。我当你去摕2块大片，好，拢会用的，看要搭伫咧倒，拢会用的哦，做吼。鱼啊够。耍尾啊，当耍花尾啊，来，来哦，上尾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听我来讲故，这关要来考验恁讲故事的能力。队员虽然抽一张牌啊，甲牌啊顶面的物件连做一条故事，
2回合，看会当讲到几条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大片。我上介意看你上脑筋啊啦！嘿嘿，上期待的单元出现啦。是，哦，今仔日访问你招标有一寡技巧要甲阮大家分享，是不是？欢迎爱敬，因为欢迎爱敬开落去了，就咧马上上马上啊，紧走。今早。伊头先听到清声，就想要走出去。好好好。来哦，咱即马要来讲故事哦，来先抽牌。好，来， Q 牌。让先头看。紧张。莫紧张，莫紧张。啊，这单话我拢足紧张的咧，我来摸。好来，请掀开。来先抽牌。好，来， Q 牌。让先头看。紧张。莫紧张，莫紧张。啊，这单话我拢足紧张的咧，我来摸。好来，请掀开。哇！bonus。检查甲囡仔。囡仔歌哦，唔是囡仔尔。警察莫紧张，放心，因会和你协助。对。来，诗林、西里面穿人呐。水电行、小妹、樱花，来哦，准备开始啊！什么牙啦？点来噶？坐落机啊，等下讲话。较大声的啊吼。时间警察看听到有人在唱囡仔歌，唱囡仔歌，唱囡仔歌，警察就行过去，看到一个死人，死人。西林咯吼。西林在唱囡仔歌，在唱囡仔歌。时林看到水电行有一个，你咯，今日去水电行就看到一个小妹咧斗三工，咧斗骹手，想咧修理水电呐。伊看到小妹，感觉伊甲樱花同款足高水的。来，这无问题嘛。嘿，无问题。啊，毋过甲来到这就感觉淡薄怪怪。伊讲，伊看到伊诗林就在唱囡仔歌，对。伊敢若即句敢若参照咧做句，啊，搁过去伊又搁水讲，电行搁诗林看到一个水电行，伊就敢若接安尼尔，这句嘛是做句，对，无迄个故事斗做伙迄种感觉，故事无传出去。无传出去。安尼个搁靠满的。啊，来到小妹遮，小妹啊，搁去斗修理水电，啊，伊伫水电行，伊随修理水电创啊。对，啊对小妹甲迄个樱花遐搁淡薄仔搁问题。对，伊讲小妹参像樱花遮尔啊高水是无问题，但是伊啊，无甲伊收尾正啊。确的一个收尾，半个是扣两个，六个，啊，毋过伊即个 bonus 有摕到，安尼，安尼直接甲加转来，伊就是加一块大片就对了。好，咱即摆收起来，停收。这张等下你先食哈。小妹，你遮。我小妹我带人，若是讲我无，我小妹一条。好来，请掀开，很开，嘿。来大声甲念出来。白球，乱铃啊，乱情啊！乱铃啊，招标，早等。蜡笔，蜡笔，咱即摆就来听看嘛咧，掀来卡。我今仔日起床的是我想起我今仔日有排球比赛，我想到我的乱铃啊歹去啊，好乖记到。哦，无怪知道，我就惊讲哦，因为我要今仔日要参加比赛，我就一直走足凶的，啊走到学校的时阵吼，因为阮学校迄天吼拄好咧运动会比赛，我除了吼去参加迄排球比赛以外，我搁看到比亚有人咧招标比赛，有够精彩的啦。啊，毋过迄个招标的人看遐就是敢若无爽快呢。原来伊是无食早顿，难怪招标会遐尔忝。莫紧张，莫紧加油张，加油加油人画图啊安怎？摕蜡笔画你画到，在画图，画了就好，真正是最精彩的一天。哦，真正是一个足精彩的故事。我感觉真好诶，大家做伙啊！不是，排球者应该是一寡发音的问题啊，伊应该是爱讲想起伊有排球的比赛，伊头拄讲生气，嘿，想起。啊，这敢有
发音的问题，敢若有哦。伊讲低道，应该爱接一个会低道，哎，低的，低道，对啊，搁一个 A 哦，无怪的低道。嘿，嘿，哦，无怪。啊，你啊走表比赛，比完赛啊看到别人无爽快，我就咧注意别人，我关心啊，我热心啊。去排球比赛？伊互伊拗啊，我嘛感觉伊若真会拗互伊拗。是啊，是啊。对，一定要看招标好啦。，安尼你，我就是看伊表演嘛，哦，你来表演，你看到伊无爽快，啊伊去食早顿伊食，早顿啊，好我就是原来是无爽快嘛啊。伊食完早顿，啊甲蜡笔遐迄个关联你倒位？遐应该爱靠一个，靠半个，靠半个，好无？安尼都要靠一个。靠一个。嘿，好啦，安尼扣起来就是扣3题，啊头先你有一个 bonus 对，所以是会当摕到2块大片。两块大片，来2块大片，这是文板甲树夹啊。我要搭伫咧度。真好，来遮。好啊，拢挑战煞，即马是5块大片，敢摕到宝藏嘞，赢了。哈哈，来哦，请问一下，恁敢有想要耍位咧？无，确定要安尼？快点。高一边安尼，高一边空的，是，爱飞超过1块，才有准绳哦。好，就算讲无摕到宝藏，阮阁有真水真厉害的金箍箍。好，手甲放起哩。可以啊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到底。我敢有机会紧去看医生咧？请背。啊，转啦！哎呦，哇！这下紧张啊！这下紧张啊！今日无得着，我守护着我的宝藏啊！差一输啊，差一输啊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已经表现得真好来，表演了真好啊！来，你看这金箍真水，足水的哦，阮特别后口绝对无。我记起送互恁，我嘛是足唔甘的，因为迄嘛足贵的。对我剩无几个安尼。是呢。好啦，啊今日啊参与落来，除了紧张以外，佫有啥物款的心情？阿如你感觉咧？足欢喜，欢喜啊！啊有好耍无？好耍，好耍哦。好耍，对啊，足好耍的啊！未来佫要来佚佗无？啊，来遮就参像咧佚佗共款。啊。啊，有动力咧，嘛是欢喜。也是欢喜对。啊，你唔通艰苦，请这2位欢喜的，较甲你安慰一下吼。无代志，招标比赛继续加油。加油！好啦，继续讲台语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到底哥。